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81、82、83、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的？哎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！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哼，那就请君一试吧。九哥，难道你一直不婚娶，是对我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看到齐胜和鹏鹏的那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九哥，没事儿，为了你，我做这么点小牺牲是不要紧的，只是你不要伤心。吴女贞姐姐人在深宫之中，恐怕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但愿她是真的身不由己吧。朕渴了，给朕倒杯茶。啊。皇上，茶倒好了，但是臣妾觉得这书甚是好看，你自己过来拿吧。罢了，朕不喝了。你过来，朕有话要和你说。我还是不过去吧，我要和皇上保持距离。那好，你就坐在那里听吧。我这些天思前想后，前段时间我对您太冷漠了，您不爱搭理我。这几天呢，我又对您太热情，惹您烦，所以我猜，您应该喜欢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朕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他本来的样子，不需要他做任何改变。不过虽然你的方式有些古怪，但你的心意，朕还是能明白的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您既要让我常伴您左右，又要让我跟你保持距离，您到底让我怎么做？鹏鹏，这些日子，朕那么严苛的训练你，你一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吧？朕马上就要亲征北漠，万一朕回不来，浩儿便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若是不懂朝政，被奸邪之人夺了权，恐怕你母子二人都不会好过。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杖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娘娘，你醒啦！你今天气色可真好。是啊，我才发现，生活原来这么美好。那奴婢去准备一下，伺候您更衣。
好久没有这样认真的审视过自己了。我一直都不能接受我这个身体，现在却发现，这身体和我的心，缺了哪一样都不是我。到今天，我是彻底接受了受我的身这个身体。看看着镜子着镜子里里的这个人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再也再也分不开。分不开了。就算是个女人，只要我还是我，就这么活着也挺好。朕就要亲征了，众爱卿还有何事要议？今日就都说完吧。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我们南向商队在晋阳关外遭到了劫杀。晋阳太守得知商队遇难后，便派了2000晋阳守军进入北漠境内，想要搜救商队失散人员。可没想到，达子发现了我们的军队，就在晋阳北70里与我们展开了激战。由于双方兵力悬殊，不要急，慢慢说。我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下10余人。卑职便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人。卑职接到命令时，便快马加鞭给皇上报。北漠达子欺人太甚，朕终于有了出兵的理由。事不宜迟，范大人，皇上，下头录檄文，朕要踏平北漠。皇上要去北漠亲征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皇宫都知道了。这么快？齐胜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胜他凭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胜他怎么能这么快就走？人家还没有享受个几天呢。齐胜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娘娘，其实应该舍不得皇上，可是赵王和九王那也出事儿。北漠一事，你等心里都清楚了吧？达子欺人太甚，理当严惩不贷。是啊，一直说打不打的，这次也正好师出有名了。不过皇上是怎么想的？这次怎么把我给叫上了？朕要御驾亲征，想问问你们2人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能有什么看法？皇上的决定向来都是很难改变的。那好，朕要告诉你们，朕不但要亲征，还有意让你们2人与朕一同北征。不知你们2人意下如何？能随皇上御驾亲征，是臣弟的荣耀。虽然不是什么好差事，不过也总比没事干强。我没有异议。说正经事儿，皇上急着召见你跟赵王，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皇上确定要御驾亲征了。这我知道。皇上命我和赵王一同前往。赵王他根本就不……小点声，绿莲，一会儿回去再哭。先听九王把话说完啊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你父亲张放依旧戍守圣都，并未派去北征。齐胜定是担心你会联合张家的势力，趁北漠战乱起义，所以他把张家所有的兵力留在了圣都，让你失去所有的支持。事发突然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。鹏鹏，等我解决完所有的事情，再见你一面，可还方便？方便，我等你。娘娘，你说赵王他什么也不会，怎么能去打仗啊？我这还没成亲就要守活寡了。
绿篱啊，你哭可以，别这么损人行吗？娘娘，奴婢真是想不明白，您说皇上北征就北征，带着我们赵王这个累赘做什么呀？哎，齐胜啊，是对这两个兄弟不放心啊。与其把他们留在圣都，不如带在身边看着呀。绿篱啊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准备？赵王要是敢在北漠找个野蛮女人，我就抓破他的脸。我不是说那个，齐胜这次带着他们两个出征啊，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仅是兵荒马乱就足以让他们朝不保夕了。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